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简介。观众朋友大家阿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这2天，一个台西警察的罪犯要调去外役干，引起了外界质疑，讲这个外役干到底是好的制度还是歹的制度？咱也讲要来临时会时要来修法。事实上，外役坐假敢是盗假？ 会当收木剪草压水宣我，偏偏代志拢出伫遮，所以悔不当初来要来修法，修好严酷，歹人拢袂伫外役干，敢是安尼？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檢索關注小組。 副秘書長賴仁祥，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安。第二位矯正機構假釋審查委員王麗玲，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黃建鑫，大家好。那麼第四位資深的社會記者王兆斌，大家好。那麼首先，讓觀眾朋友來複習一下，到底這是什麼事件呢？ 外役干的這個條例修法的爭議啦，來繼續來探索國民黨的立委林維洲點名，恁民進黨的立委邱志偉、區志偉在內，18個立委就是當初時提案聯署要求放令外役干的條例的人。那麼，立法院的民進黨黨團書記長曾水雄表示，爭議性的法案需要朝野的合作。 嘛也強調，民進黨團嘛毋望會甲這個外役干的修法擺入去臨時會議程，未來拍假球。外役假條例修法爭議繼續探討，國民黨立委林維洲、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巧芯提出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講2020年提案放寬累犯去外役假等修法提案立委，包括民進黨區志偉。 柯志傑、劉天林、區議瑩，連署人是另外54名立院立委。如果累犯是不能進外役監，但是說他如果已經服刑完畢了，而且他受的那個原來的那一個罪是6個月以下徒刑的，那這樣就可以進外役監，累犯也可以進外役監。希望呢，我們下個禮拜可以請求我們院長來召集朝野協商。 那在這一次的整個臨時會裡面呢，至少在台美貿易協定，然後在整個性平3法，還有這一次的外役監條例能夠把它放進去。曾水雄強調，爭議性法案愛朝野合作，唔通互相指責。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行政院去年就將外役假條例修正法案送到立法院審議，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合理調整外役假遴選機制。 像同罪還是特定罪名的人都未當參加。昨天我跟總統商量之後呢，我們覺得可以在下週的臨時會當中呢，來做更密集的深入的這個討論。陳建仁表示，包括行政院版攏總有25個無共的法案版本，意見真多元，而且個分歧，希望在尊重立法院的職權之下，和立法院來做相關的討論安排。 也毋望會當量早得到共識完成修法。記者綜合報道。咱要開始討論之前愛先互觀眾朋友，因為我相信大多數觀眾朋友攏是良民啦，唔知影這個假假內面到底是啥物款。講後這個外役假，外役假是創啥？頭拄我一開始就講，你會當去到遐呢，會當壓草、收木，會當剪草，創啥物？而且還會當請假。 特人登記到厝，當然啦，還有另外一種，但是咱即擺來看主要是講這個修法要甲修較較嚴的，就當然較好哦，是毋是當然較好？這頭一個，第二個是要修過啥物款？咱來看這個圖表，外役假這條例修法本對是倒平的，不得連選，就是講你若有這種的，這種物件你就袂當去外役假。即擺要加講，你惡性重大啦，
故意犯罪第4个啦，最轻的这个本刑10年以上的重罪啦，妨害公务啦、脱逃啦、抢夺的强盗啦、海盗啦、诈欺背信啦、挡赖啦，或者是恐吓掠人的啦，还是组织犯罪啦，枪炮弹药条例啦，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人口贩运防治法。个危害公共秩序、社会安全，这完全他完全拢个，主要这我主要来看讲，无毒品嘛有嘛吼，个剩啥物？剩啥物当去外加，律师。即个修法，若是无排除伫即个草案内底，嘛是会当去申请啦。毋过爱先甲各位观众朋友讲的是讲，你毋是讲符合这资格，你就会当去外役监，外役监伊阁有遴选的标准，阁爱去看你伫内底的表现啊，阁有足侪甲你甲社会连结，你厝内底的人的相处的精神，安尼拢爱去评断。所以毋是讲你会当申请，你就一定会当去外役家啦。入门票安尼啦。对，只是门票尔，你甲去外役家阁足久的。所以无遐简单。无遐简单，无亲像阮讲的，说你若是符合这个条件，你就会当入去，安尼无。咱今仔是会来讨论这个吼，就是讲外界拢讲，你甲看，迄个外役家内面吼，拢一寡有钱人啦，无就是种白领的啦，拢是用头壳咧犯罪啦，所以呢，这无公平。但是咱来想讲，一个家国内面到底什么叫做公平性？我要来请教着王委员。我讲你若长期也有咧做这个假设的审查你来看这个外役家这到底是合理的制度，还是无合理的制度？外役家的话其实是对咱台湾的受刑人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制度。只是讲这个制度，咱要安怎搁较好落去，就是讲避免咱进前有发现就是无好迄逃出外役家的遐犯罪有心理有问题，还是其他想法造成社会去抬警察的这个代志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这个外役家一个内底就排除咱拄仔讲要搁从严来受罚的这个部分，其他的犯罪收容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当然，主持人你拄仔讲的，就是讲有一个是有一个外役家，大家拢知影讲，伊可能是一种较有权贵迄种人会踮咧遐。咱即摆就是讲，会当搁甲即个部分搁扭较公平一个，互搁较侪感觉内底。一般譬如讲，有上重要就是有心要改变的人，咱要互伊要出甲进前的1、2年，会当拢有机会，会当去外役家，做伊的船长，也是去遐呢，搁会当讲培养甲伊的家庭的修复的关系，踮咧遐。所以听委员你安尼讲起来，就是讲。不管如何，咱这个假国的制度，不管是假释也好，还是用外役家也好，拢是要讲伊重新要来登去到社会这个楼梯。对。袂当讲跳出去就是敢若迄个断崖共款，这个意思嘛。对。咱台湾我有看到一个数字，我要请教着老师我看到一个数字讲，咱台湾的这个外役家而且是讲自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去到家外去上班食头路，逃脱的这个比例咱才3%、2%迄个 El Paso， 迄美国的 El Paso，75%有25%的人会逃走，讲安尼真好真好。老师你什么观念？咱若讲外加这种制度啦伊本身就是一种低监控的，伊就是那像有一点那就像美国的迄话迄种中途之家啦，就是尽量讲互你自主啦，嘿啦，互你自主啦。所以讲第一个伊伫咧白天的时阵大部分都袂甲你留咧设防啦，唔可能来出去做工课啦，无管是你要农作啦，还是讲去工厂啦，阴暗转来的时阵，伊相对一般的监狱当然伊的自主性会较悬嘛，所以讲看一个比例就知影，就是讲咱一般的监狱伊个接务人员甲受刑人比可能是1比10以上，毋过踮遮可能是1比7尔，
哦，嘿，我伫咧外间差不多安尼这个边有差别咯。嘿啊，所以讲表示讲我不能去自主啊，即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看起来吼，既然吼你的自由度比较悬足济，咱就会烦恼讲，万一伊若出去讲，白天出去工作，走嘴边咯，是讲伊休困的时阵，伊无倒来要像旧年，咱大家吼上烦恼的就像旧年8月迄阵啊，出去吼，即摆问题讲，老实讲啦，你讲加工吼有类似的制度无？嘛是有啊。你一般的监理因嘛，你表现良好，你嘛是会使处理。没人请假嘛吼，嘛是共款啊。伊讲的吼，咱想一个哦，外间伊本身是监狱啦，伊是监狱的本质啊。警察讲吼。就是讲，他拄啊，即个我讲伊有讲到讲吼，一个阶段式的，咱讲做阶段式处遇啦，吼。对，我想到一部电影吼，就足明显可以体现这个外衣监的制度的伊的重要性了。就是讲有一部著名的监狱电影，大家应该拢看过，《刺激1995》。哈。其中有一段吼，有一个老人吼，因为伊可能真少年就犯罪啊，可能是犯杀人罪我有啦吼。主少年抓到即摆吼，伊关到差不多70岁，伊申请假释拢无法度成功，即届成功啊！伊本来真欢喜，结果出去自杀，为什么？因为经过30-40年，咱讲一个，对，你讲有可能吼，30-40年前我入去互关，迄阵大家摕的是啥？摕的是啥物黑金刚，也是迄啥物 BB 扣，即摆出来是智慧型手机，这无法度适应啦。所以讲，基本上吼，这个制度吼，伊本身是监狱没有错，毋过尽量就是讲，那就讲吼，你吼，你若尤其是长期徒刑的人，你若形容吼。无互伊一段吼，咱讲的，咱做兵，我以前做2年兵的时阵嘛有迄衔接教育啊。就是讲你要退伍之前，军队拢会开办一寡什么职训，什么有无？吼，类似这种情况你处理较袂讲突然讲那世界不遐济安尼啦。这嘛就是问题，就是讲吼，这种建议吼，咱若是惊讲你若遮自由时阵，伊要安怎？伊即马来等于无，伊即马。所以老师公告对你到底有赞成这外交？我老实讲啦吼，若讲吼，这个制度若是真正符合咱讲的阶段性处遇，我是赞成的。毋过即马这个阶段，外衣间大浮现遮侪人，10年走40家要臭口下，这比例实在是伤悬啦。搁大家好收翻哦，咱有讲即届吼。讲这个法务部吼，伫去年8月伊发生这个代志了，伊就提修正案嘛吼，伊嘛已经提到立法院，拄主持人你讲，为什么咱拢无消息？甲10月这吼，我讲我唔知，甲我去参加咧讲有关系无啦？去年11月时阵，立法院有举办一个公听会，本来有一个公听会，我有去参加。在场的专家学者，大部分拢是赞成讲修就好，修门槛修较严的安尼尔。干那我认为讲吼，无论我可能甲废掉好啊啦。为什么要废掉？因为老师规矩甲废掉。你就怎样？就变做无楼梯啊？唔是无楼梯，咱来想看嘛，即马监狱内面有阶段性处遇无？有无？嘛是有。嘛是有啊！你即马一般监狱嘛是有讲，我会使你若成绩了，伊的门槛吼比这较严哦。老实讲是比这较比这较严哦。你嘛是会使出外工作，你嘛会使休假回家。为什么安尼？为什么监狱来？但是老师，你睇下讲这外役家吼，走10年走49个啦，对不对？若是甲外役家规个甲废除，这普通价格内面走去的比例会偌悬？咱敢有这数字？应该是较低啦，为什么？因为监狱但是我咧想，我人性是讲，哇，你甲我管较严，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即摆问题就是安尼啊，紧来走，即摆就是可能性，这个嘛有可能啦，毋过吼，就是讲即摆若问题较大，我是感觉讲吼，咱咧想的是讲吼，即摆外间大看起来拢感觉较好，所以讲咱就有这种特权。毋过咱咧回到一个本源啊，咱是希望讲吼，有7间的外役间。也是讲台湾来逐间监狱拢像外役间安尼，咱可能爱思考这个原点。逐间要亲像外役家，这是一个理想啦，有较困难无毋对。毋过咱的想法就是一直搁停留讲，你做监狱，你犯罪，你做监狱，你本身就是爱像安尼，你无啥有想要自由。这可能要有阶段性的做法啦，吼。当然啦，我目标是嘛是废除啦。斌哥，你讲有赞成讲外役家规个废除？我是无赞成啦，因为监狱是安尼啦，他是负责教化甲矫正的这个所在啦。毋过拄好，来看吼，这所谓外役条例内底吼，有加入现行条例甲这法务部的修正条案，内底有一条毋知讲注意哦，内底无贪污犯哦，这贪污犯伊无伫
这个呢，无贪污污呢，啊嘛无经济犯罪，对哦，所以讲拢无啦。这足奇怪哦。所以讲我咧修法时阵，我无甲贪污犯甲经济这罪犯控起内底，表示讲是毋是讲代表讲这两种的犯人将来会用去参加这啊，个？就拢存这种的咯。啊，拢是这款的啊，所以讲看来差不多存这几种啊，够轻罪啦，轻罪。轻罪啊，所以讲较早咱看嘛，包含呢魏春的魏英聪啦，啊，还有花莲迄个县长迄个傅昆萁，傅昆萁嘛，啊，还有前啊孙道存啊，严清标啊，因像讲起来在减肥，足侪人嘛，啊，他因就是讲甲遮所在当做一个人讲的快乐天堂嘛，我去遐轻轻松松嘛，啊嘛学钱学那bingo那照你安尼讲，啊，规期甲废掉咯。啊，不过伊这个物件伊的设计是讲，我互遮轻罪的人，我伫咧要出社会进前会一档啊讲一两档慢慢适应，因为我去人长期关嘛，长期关时伊习惯去人该管理啊，伊较无自律性嘛。啊，一旦若是讲今仔日无人管伊，伊可能较无法生活。所以讲我互伊提早来适应这个社会，我没有围墙啊，没有手铐啊，互伊会当放假啊，会当甲无囝做伙啊，会去福利社，会当去世界行行的，种花种草，伫遐咧甲人开讲有诶无诶嘛？伊就是伊这。所以咱有一工看到规家这大头家去迄个便利超商去买物件。足多啦，前啊，我印象就捌去，我以前去遐买物件，去人看过啊，伊合法的啊，伊就去。这种合法的，因为伊这拢会使，咱有以前咧，我摕做兵来避开去放风嘛，外散假，外散，伊迄婴儿有外散，伊会使申请。散步价，我辛苦收费嘛，哎，无多啦，10块20块去买。但是这个讲起来吼，那照你安尼讲，其实这内面吼已经拢收进案了，这螺丝拢大家拢收进案了，也修法修起来吼，会当符合这外啊家的人，就搁较变少去啊吼，变少去啊，变少了啊就啊搁留着这外啊家有啥物意义？你变少了吼，而且吼，咱头拄仔讨论的拢是咧刑事的要件，哈。实质要件吼，伊就是什么在奸善良，没有危害公共秩序、社会安全。哦，咱这张表啦，哈。迄张表内面写。就我来请教着罗律师吼，咱看了这张表吼，你讲符合这个规则，伊就是摕到一个门票，但是佫爱看这吼，诶，在家诶这行踪、家庭的支持、健康的状况、啊介护的风险、再犯的风险。这怎么呢？评估这是家角内面的人家己填写，还是像这个王委员这种外部委员来甲做方式，来看讲，你这个袂使，你这个王莽，你会做歹，哦，你虽然即马乖乖，我看会到你的心内是乌的，你袂当出来，还是要安怎看？伊是这个是吼是请外部的委员来去做外部委员啦。不过我想要先做一个补充啦，就是讲拄仔讲到要加这个外啊，加规个废掉啦。我是感觉应该是免安尼，因为讲不管是好野人，还是政治人物，还是有特权的人啊，关系好的人。你伫咧外野家，还是伫咧一般监狱，伊想要过较舒适，伊拢有办法，伊拢有200-300种办法，伊有钱会当叫伊的室友甲伊洗衫、洗内亚裤，拢嘛会使。世间实在是不平等。外口就无平等，内底嘛袂是桃花源啊，对无？我意思是讲啊，照计即个修法会当去处理掉这些人诶。世界上诶，阮拄仔有看到嘛，贪污诶嘛无伫咧内底。贪污犯都无伫咧，拢无伫咧内底。啊，你到时阵你只个废掉，啊，你扣的是扣掉啥？扣掉就是扣掉迄无特权的。四位众口一声，是毋是要甲贪污犯甲这个经济犯个下里？无，等下我来讲跟他说明啦，就是讲，你即马看到这特权的阶级的人，毋过你无看到的是讲，即大部分的人伫咧外亚街的人，伊。没有像这些人一样受到这样好的待遇，啊，你搁甲废掉，啊，伊受苦的到尾就是因啦，对啊，你要处理了的人拢无处理到。但是这边啊处理呢，对啊，这伊就是有法度，伊就办法啦。当然，就是讲制度有制度的好歹，甲有人违反这个制度，也是有人去滥用这个制度，是两回事啦。所以，阮要来看这个外亚街的制度是合理的无，是好的无，你爱为着伊拄仔的目的去看。就刚拄仔吴教授讲的，伊就是一个中间处遇的措施，去互这长期的受刑人会当去去社会时阵，伊有会当甲伊个厝内底的人，甲社会人有一个连结，
哦，袂讲你10年乖了出去了，你唔知影要找啥，你唔知影找啥到三工，要找资源嘛无人。啊，这个时阵你去找啥？当然去找你拄较早佚佗的人啊。啊，这就是阮再犯率会会较悬的原因嘛。你无去用这个中间处遇制度去甲去甲好衔接起甲社会甲监狱的一个桥梁啊，无最后的情况就是安尼啊。是，我要请教着王委员吼，恁长期咧做这审查委员，那么咱台湾这个假释犯呐，吼，再犯的比例算悬还是低？啊，你的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经验吼，你会看讲，我看到你这个人可能再犯真有可能，所以我有你解释，恁敢是安尼咧判断，还是用恁家己的经验来看讲，这个人到底会使放啊，袂使放？其实咱台湾来讲的话吼，同款就是甲世界差不多，就是毒品犯的话吼，累犯一定是足歹改的，进进出出，大部分都歹改哈。啊，再来一个就是暴力犯，很强烈的暴力犯，定定甲人冤家啦，啊无就甲小可人一拍就甲人拍着断手啊、断骹的啦吼。这个也是暴力犯，也是非常多的累犯。再犯足紧。对，啊，他拄啊，咱若安尼讲的，譬如讲，阮咧做假释审查委员来讲，有像伊嘛有像即种表啦，吼，是无共款的。啊，但是嘛是表啊有分数，吼，啊，就是伊定咧讲个表现的分数累积，吼，啊，过来就是讲陈述伊过往有犯什么罪，吼，啊，累犯也足侪，吼，阮就会先打一个问号，这就累犯。啊，即个提早出去有啥物路用？大家提早出去嘛是加了工的，吼，啊，这就会袂互伊过，吼。啊，过来一种就是讲，阮会评估讲，啊，过来因厝的人有定定来甲伊看无？吼，家庭即个连结力。这就是家庭支持啦。对，啊，所以他拄也讲外业家的话，我感觉有一个部分吼，足重要的。譬如讲，咱讲这个罪行内底，佫有贪污犯无入来，无可能每一个犯罪拢有入来。啊，贪污犯因上重要，伊就是讲伊有评估一个，譬如讲咱头拄仔讲较牛的人，遐个人吼，就是讲甲因评估，对，因可能有一个要件啦吼，这个人会当去外狱监狱，有一个嘛上重要的要件吼，就是这占20%这下骹，就是讲伊的再犯率的风险是咧大。好，这是上重要的评估。所以评估内底，譬如讲，有一个人伊是迄个过失致人于死的，啊，这两个人其实因是开始伊是无张持的，该致死嘛。啊，其实头一届杀人，伊就就后悔。啊，像这种人，伊也讲，判一个5年、7年的话，啊，伊也服刑甲剩2年还是3年的时阵，我感觉这种人就值得去外狱监。嘿，对，我们反而是爱鼓励讲，咱即摆爱来评估，就是讲，踮咧教伊个表现了平均值拢大家袂歹这个人，好啊，嘛毋是重大罪行的人，啊，这个人只要讲伊服刑剩3年或是5年，那他就值得，是不是会当去外个家？吼，啊，甲因厝的人会当有接受，吼，你若讲伊的家庭支持度真悬嘛，才会当评估，啊，安尼互因有家属来接受，啊，培养感情，还是囡仔等等，啊，这对外个家，譬如讲咱头拄仔讲要改革，我感觉这个要件，咱爱先甲伊放入去，安尼，而且会当对大部分感觉的人，吼。这个人会驾驶的作用，嘿，对平均，啊，佫有平均值，大家会提悬讲啊，我就有希望的，我互关甲困3年，不止讲我无一定爱来请假假释，因为假释出去就爱1个月啊去报道，会揢害伊，要去上班啦，创啥的代志。啊，你规日去外家服刑，啊，讲拢表现足好，因为外家伊有一个，就是你做1个月的时间，吼，你也是1级的人，你做1个月。等于每1个月话，啊，可以当减刑。你会当减刑，比如讲做1个月，你就会当减刑7天，吼，还是几天？伊这有一个比例。比正常的家庭内面减搁较济。嘿，减足济1/3，啊，比较起来你要到1/3。所以大家要小钱去外啊加嘛有这个因素。对，啊，这就是你若讲后摆来讲比假释的话。因为我感觉假释的人吼，足侪因为短刑期的嘛有吼食毒的这什么，也是过失致人于死的吼，啊，佫有足侪伊出去的时阵根本就是足侪原因无法度去正常生活，生活啊，佫是去报道啊。
你互伊提早出去，其实过无偌久，过入来啊，重复率很高。啊，你若讲毋是遮重刑的，毋是啊，比如讲伊是5年啊，好判5年，但是伊搁剩3年，你也互伊去外加，比如讲较细的外加，吼，啊，这个会当离市区啥拢有较方便，啊，咱会当来甲伊分类，吼，啊，比如讲伊也是较重刑的人，啊，你就去甲花莲的，较远的，嘿，较远的，嘿，对对。较走袂转来。对啊，因为咱即摆就像律师讲的，伊即摆咱有足侪无共款的迄落外役间的刑类嘛，吼。啊，咱其实咱这会使搁甲伊评估。哦，头先委员你讲外加佫一个好处哦，佫会当减刑期哦。王老师你有同意无？同意下。去外加佫会当减刑期，啊，而且减的速度佫较紧。这就是讲咱对外加吼要安怎定位的问题啦。你到底是甲做一个阶段性处理，还是做一个奖励制度啦？吼很明显的，即马吼，咱男做伙啊，对，拢男做伙，而且奖励的制度这个部分较济。啊，因为伊就有诱因啊，所以代表过来嘛，对不对？啊，我头先讲，咱头先咧讨论讲，迄是刑事要件要改这，佫有一个实质要件，就是什么圈毁实据，什么表现良好有诶无？就是这张表嘛，对不对？吼，这看起来吼，讲这物件，伊嘛想讲吼，这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伊嘛是要甲量化啊。啊，不过咱来看这量化有道理无？这张表想做诶，有经过公开讨论过无？还是啥物？咱拢唔知。而且吼，你看内面吼，家庭支持虽然讲伊占无济啦，10%啦。吼，无济，啊，毋过，即摆都有一个问题啊，吼，这什么叫做家庭支持？你若看列的细项，就是接见记录、通信记录、同性等等等，咱来想一个问题哦，你若尤其是你的刑期较长的人吼，你也想看卖，你的亲人吼，甲你接见的次数会越来越低，颠倒会变低。对，为什么这嘛是列入这里的考量？而且占10%，虽然讲10%，但是也是10%啊。对不对？你讲什么？在监形状，内面的什么服务管教遵守纪律，这上拍分数的。这拢是一个问题啊！你要想要怎看无唔对？这个方向是对，不过这张表安怎出来？安怎评估的？上重要就是讲，咱即马他都喺假释委员会，还有伫法律内面直接明文哦。咱这外役间的遴选，这是授权法务部用办法呢。即马伊讲7甲11题啦，11题内面你较看迄组成嘛，因为外部委员即马来讲，咱就4个尔啦。所以王委员你也无参加这种外加的这个审查？无找你哦。我找。你想看卖？你出来7个是啥？出来7个可能3个是矫正署的，4个是监狱本身的。变成你自由行政。对，所以讲老实讲，你想卖讲啥啦？你干那这个组成。咱都怀疑啊，先讲你董事讲你提到这张表，你今日讨论这题目唔对啦，应该先讨论个外加这本身要安怎来监督安尼，因为你若像安尼，都怪人会互相质疑。即摆我看到法务部发的2个新闻稿，伊讲吼，阮咧审查拢伊可能是去识别化啦，去识别化，伊可能想讲吼，恁拢质疑讲拢关说特权，阮几个人去？这问题，因为我是有权有势的话，你去民化有效哟。贪污犯、甲经济罪犯，我一定是外口，我一定做无力的嘛。我甲想拍一个招呼，对啊。我可以叫伊参加一个，大概有啥委员讲一个，我就过啊。因为你11个有7个是因内部主管机关的委员啊，内部的科长，这个人科长委员，这个人60几岁做过重大公职，而且贪污20年以上，一看嘛知影是淡水比。所以讲，我感觉这个法务部真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都免讲这啦，你讲这人我都愈怀疑啊。所以讲即摆问题就是讲所以咱这基本上咱对这个，但是即摆修法无多修到这呢。无啦，拢无啦。过来我讲啥子？这有当咱去民化嘛，无一定对。为什么？要入外役间，那头拄大家咧讲，讲起感觉是较袂歹，对不对？这是你嘛是你的权利啊。是。为什么你袂使当场来我来陈述外役间？因为你一定有对我有意见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民化？因为这拢无啊，连咱伫咧外役间条例都无啊。对，你有当时啊看书面，因为你书面才会分数上拍的，都是迄介护人员拍的啊，对不对？有当时啊，因看这，有当时啊看就是看当场来问来陈述，有辩解的机会啊。
当场看书面，我一定感觉一定无共的嘛。啊，不过这届拢完全无收，这种届的修法吼，讲白啦，就是讲吼，无有遐重刑犯吼来外间啦，来爽安尼尔啦。啊，不过咱咧想一个问题，若讲这届吼，安尼排除家这重刑犯吼，我外间真正会废掉，为什么？啊，你剩无偌济类型的会使去瑞啊啦？啊，因为咱国贪污的嘛真济啦。对啊，无啦，无咱想象的遐济啦。而且对下底嘛无公平啦。讲真，有的真正是符合资格，就像都老师讲的。我关5年、3年，我可能当然是我义愤，甲人冤家，啊人抬死，无张提抬着。义愤嘛，后来5年关啊，我5年我就后悔的哇，我真正是足艰苦的，啊关3年啊，关3年我符合资格嘛，我申请。照讲是爱有这款人来关外役监，对伊较好过嘛，可以让甲社会接触慢慢会上个轨道。啊，问题是你即摆甲这蓝作伙，变成讲我贪污的嘛蓝作伙，我经济嘛蓝作伙。我台警察嘛，人做伙，变成外口社会会甲恁遮人，等于讲你甲一人做伙。什么内面进修呢？吼。对，因为咱头拄一直讲什么特权，迄是明德外役监较，你看，迄个八德这较明显，就是讲确实是贪污啊，个政治犯罪较侪。啊，毋过若像明德唔是啊，明德伊就是诈欺也是咧枪炮的较侪啊。啊，咱从来想看卖，为什么枪炮的比例踮咧外役监拢比例遮悬？咱就直接联想。因为贪污犯哦，在明德外役监的比例有19%了，八德有23%，自强有20%了，所以八德是最高的，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贪污犯。八德是上明显的看出这点。最高的，里面都是检举这个。那个比例最高的是无加名。八德门口光拢金细细啊，贪污罪是最高的，贪污罪是八德最高。八德的身价几千亿的啦，几千亿的啦，他们的身价几千亿，几十亿、百亿了。哎呀，他那个八德是最贵的监狱啊，身价很高啦。哦，但是他这讲到一项，边个你头下有讲讲外役家吼，这关系到这制度啦，外役家去外役家的人会当减缩这个刑期。伊是讲，伊是减少的，伊像一般买使啦。伊是讲拿关，他可以扣掉刑期啦。啊，扣的不多，但是对于他们，迄种要适用累进主义条例里面有规定啦。啊，警察讲伫咧外，你若伫咧外役监吼，伊吼，优待会愈较大啦，安尼啦，嘿啦。但是外役家本队就是一个优待啊嘛。对啦。对咱讲唔是啊，迄个咱看是啊，对咱讲嘛唔是啊。因为讲迄是一关。但是所以讲我一开始讲的，就要回到原点嘛，因为咱的这摆家实在是。处理实在太差啦，根本哦不符合咱21世纪的人权的概念。你若去看大个外役监内面的一个因的介绍吼，你要注意一点哦，伊拢会强调一人一床。为什么会强调的？啊，表示咱的家人。因为一般家无一人一床嘛。啊，我印象中几年前有一个法务部长啦，伊就台的时阵啦吼，咱讲星光上任3把火啦，伊讲。我唔知伫咧2年3年，吼，要全国的家家一人一床，好，我做大声，啊有做到无？啊未做到伊就落台啊，无法度啊。哦，这伊未来的司法官哦，老副秘书长，咱即马即个基本上问题，咱已经小可有当厘清了，是第一，外役家即项物件应该啊，大家拆开来看，讲到底内面是什么物件。包括审查的制度，吼啊，什么人，吼修法的有这什么人啊？审查的制度啊，而且这张表，吼应该啊，我想修法嘛未看到这张表嘛，吼。无啦，伊都无必须当然未看到这张表。不过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阮拄仔听到做一数字，不过我感觉看数字，有当时阵阮要来看这张表，就是讲吼，用这张表你来想看卖哦。伊看的是在监形状、家庭支持、健康状况、介护风险。你用这款的标准去筛选，你上侪最会筛选到是谁？啊，就是迄款的禁忌人物嘛。你去想哦，伊贪污犯，伊的家庭支持好无？一定是盖好啊，这一定上健康状况有好无？一定好啊。啊，介护风险嘛，无一定啦，有当伊对啦，爱看人。唔过伊介护内面都会变好啦。对啦，啊，介护风险一定嘛做低嘛，对不？啊，再犯风险一定嘛做低，因为伊可能就褫夺公权，伊嘛袂做公务人员，啊，那要怎么样再犯？唔过我们去对照一下刚刚教授讲的，迄刺激1995的迄老梁，伊的家庭支持。零呐，家庭健康状况嘛零呐，介护风险、再犯风险可能拢唔知。吼，这个时阵你用这张表来去算，你当然是算到迄，你算到的人本来就是再犯率无悬的人。啊，比如讲咱来看张石明的，张石明，哦，伊想要解释，我都解释。对啊，伊有通去外役家无？
伊嘛有申请，毋过应该是袂过啦，袂过啦，因为伊上名啦，伊对，伊是有名啦，甲谁共款？而且即摆有一个伤有名嘛袂使。伊即摆申請假使拢无法度过關，我看到就是有名。毋是講即個外役家即擺攏咧起名化。起名化着。起名化我都毋知伊是啥啊，只是人講哦，这厲害你敢袂相信华部講的遐話？啊，佫有一個就是即擺外役家內底，這幾年哈，對女性的收容人哈，才有外役家通好去啊。哦，以前女性無法度。對以前的女性來講，其實是足無機會，因為大部分攏是查甫的嘛，攏設定是查甫的啦。攏設定是查甫的嘛。後來才有增加台中女監，才有一個外役分監啦。所以外役分監男女無平等。這可能有一個因素啦，因為男女的犯罪比例可能是8:2、9:1啦。啊，但是我感覺這嘛是唔是講男女比例的問題，因為你嘛是有女監啦。啊，女監嘛共款有條件，你也講要用這張表來評嘛共款哈。啊，你應該較早以前就愛有這個思考啊，但是到2019年才有誒，所以等於才無到10年的時間，你看對女性來講，啊，而且女性若要比較男性的評估這張表來講誒，因的犯罪率啦，因的改過啦，哈，攏比男性佫較懸，啊，機率佫變成較無去外役家的機會。我舉一個例就好，譬如講，我有一個學生，吼，伊是太甲伊強暴的人，伊甲伊侮辱甲無法無天安尼，吼，啊，你看伊是一時氣憤，為着防止家己，啊，甲迄個人無張甜，怎啊甲伊殺死，對無？啊，像這種值得我們可憐。好，甚至伊不得已才變安尼的代志，但是伊嘛是踮咧咱一般的感覺服刑甲伊嘛是表現甲足好的時陣，才會當申請哦一步一步教識，安尼才出去的。啊，但是你也講，咱有對女性來講有外遇姦的話，像這種伊遮爾啊可憐的身世的人，咱是毋是第一時間就愛互伊去遮個外役家，然後互伊修補，佫愛。像心理醫生各方面來給伊鬥3工才對，但喺監獄咱就要佫加強來做。所以這都應該是咱愛全盤來考慮講，無一定，也許可能無一定叫做外役家，但是要有一個中間的這個機制，可以來做進化，是不是安尼？老師，我而家講若安尼講，我就贊成啊。吼，就是講，因為外役姦即擺已經佔某種程度去污名化去啊，所以講我就感覺我規個廢掉，做一轉一個名稱啊。哦，看你是一個中途者，什麼都好啦。嘿啦，對，而且你改名了，你實質嘛要變啊。我是講我打掉重練啊，哦，唔是干那安尼修啦。老實講，你若安尼修吼，老實講因為哦，真正重要是長期刑期比較長的，我是感覺比更適合外役姦嘛。因為伊刑期長，老實講哦，刑期短的人規就走啊。老實講有這無這對伊來講無差。長的較有需要。你即擺吼，你甲修法吼，甲正的攏弄掉。那我看拄啊講的，你若照這修啊，迄嘛袂使申請外役姦啊，故意殺人啊，所以講伊這故意哦，因為發生犯罪死亡結果嘛排除掉啊，最輕罰刑10年全部攏排除掉的，所以講後伊若安尼修的時陣吼，算的真正，我講白啦，迄規氣都廢掉啊啦，無什麼意義啦。一鍋粥就煮糊掉了。對啦，都糊掉了嘛。你糊掉，你修安尼有啥物意義？你舞到尾啊，電到講吼，你敢若剩，你看經濟犯罪甲貪污罪都無入面，對唔對？舞到尾後擺全部攏這個對咧。你尤其是吼，你這門檻哦，你甲加這幾哩攏雖然攏不明確，不過你迄遴選的整個過程你無法制化，是不是大家攏會質疑？因為你門檻變縮小了以後，大家是不是想要去關說？是不是在某種程度製造另外一個犯罪？因為裡面很多東西哦是很矛盾的，像說那個組織犯罪跟槍炮來講啊，槍炮彈藥這東西，我持有槍械一樣算槍炮啊。可是持有之後一般都是交保嘛，一般人搞保嘛，沒乖嘛，哦，這種乖1年，1年過來外啊。你講1年伊嘛不得遴選啊，因為列入不得遴選啊，伊嘛排除掉啊，所以講不得遴選啊。所以講伊這吼就是講吼，這就是講。現在黨的都對啦，疾病亂投醫啦，這就是環保這個講法啦。老實講，我們就要贊成。都烏白亂舞啦，因為修法會使，應該愛甲西部先
定出来，啊，佮有诶爱分类啦，爱分类，啊，无像爱细致啦，意愤太人诶，你讲即款人你甲关到安尼，你爱互伊较早出来嘛，你不然讲你爱互伊去啊，啊不伊一个校尉，伊无法处理啊，伊爱互伊去啊，外衣间适应社会嘛，你讲即摆一般是家家内面吼，几个人困到顶？哦，这个一般我知影，上普通诶大概8到12个。啊是困咱遮大粒啊？无啦，迄就是差不多榻榻米差不多榻榻米新的榻榻米吧。伊爱搁放迄衫诶，什么衣柜啦，都枕头哦，哎，啊支起来嘛，啊放个啊叠起来嘛，一贴起来，啊然后就是一个空地嘛，啊边仔就是边一块榻榻米困两个就真一摆一摆。啊，所以阮大家爱困啊，就是摕安尼困啊。都因讲诶，啊你若阴暗吼，起床去放尿，找无所在啊。对啊，你若深入间的吼，你若要阴暗，你若腹肚痛，你要放屎，你可能要用手去咯。因为伊是开放式的空间嘛，你边啊，你知影伫家内面，啊，边啊尔。他拄仔讲的吼，因为有一个进有一个部长，因为迄外国人讲咱的感觉吼伤客啊，啊伊。改良了，即摆阮的感觉内底确实是有床铺，吼，就是咱普通的两层的迄种床铺，吼，大部分拢已经改啊，吼，包括少管所内底嘛是搁较好，吼。有通啊困两层的。嘿，两层的迄落。啊，一层通啊困一个。困一个嘛是困一个，嘿，啊，因为迄时阵改的时候，咱知影其实以前咱的感觉吼，讲实在，伊迄日本人设计吼，伊是。用榻榻米迄种观念，就是伊是垫高的，根本毋是困裤骹的。其实照你讲，几乎所有的感觉内底，毋是困裤骹，伊只是讲铺悬，然后再厝看家己的迄有一定的配备棉被对。所以迄时阵就是我感觉紧张吼，就是讲疾病乱投药，啊，就感觉紧做，啊，其实迄是一个好的环境吼。因为伊的容量，譬如讲，大家讲啊，一间本来就是困6个，啊，伊较客就困8个，啊，即摆你变成讲，我拢用2层眠床，本来一间内底会当有6个，啊，即摆你用2层的眠床，伊就放2组的眠床，啊，就变4个，对无？吼。我伊这有一个累进处理条例啦。伊算你的几了，嘿，伊有5分啦，嘿。啊，较老教的困4个。嘿，啊，你若表现更较悬的，伊提供的就是2个人一间啊。所以，而且嘛是会使因厝的人嘛，即个。咱这4个可能王委员较接入去啦，吼。你去22年啊。去22年啊，吼，但也无简单。内面即摆拢差不多是4个人一间，6个人一间。普通是6个人一间啦，嘿。啊，你若讲较迄种，譬如讲变数咧，变数嘛是伫内面嘛。拢共款，嘿。拢共款，只是变2层眠床啊，只是讲吼，监狱收人的时阵吼，伊嘛有迄落旺季吼，甲淡季吼。啊，譬如讲较旺季的时阵吼，譬如讲咱毒掠较严的时阵呢，啊，就较侪人，啊，迄时阵就不得已吼，咱就会伊就会困工厂啦，吼，迄工厂伊嘛毋是困裤骹，伊买迄种躺椅。啊，躺椅有无哈？啊，对，比如讲，工厂差一间，咱摄影棚差不多安尼大间啦，吼，有诶是安尼，啊，有诶差不多咱遮诶1/3。通铺概念安尼。嘿，对，啊，因为迄个伤侪人进京是安尼话，啊，就变成讲啊，大家就变成遮诶工课做完，啊，就然后眠床搁铺落去，啊，就定喺遮困安尼。其实无讲像迄外口讲甲讲拢困裤骹，因裤骹意思是咱所以即摆算做改善啊啦。嘿，有改善真侪，对。算做改善，但是若要做甲一人一床，即摆是无可能啦。啊，你若讲外个家的话，当然伊的设备都是足好的啦，嘿。啊，所以大家嘛要去。我而且还可以家属还可以同住。伊会使困啊。伊这有规定啦，讲家属，譬如讲我表现足好的，我的家属1礼拜当来住2天。无见个人去看伊。啊，搁一种就是讲啊，无我厝的人免来，我转去阮兜住，嘿，啊，会发生问题，吼，就是拢转去的时阵，伊就无转来，嘿，啊，无转来，即个机制就即摆我感觉修法，即个机制另外一个部分，伊就爱去规定讲，你若讲24小时规定的时间8点钟无入来的话，你的通报系统是安那去通报系统，吼，啊，得较积极的。所以迄个杀进迄个就是伤过慢啦，吼，所以造成咱遗憾即件代志，吼。
啊，要检讨就是讲，这个杀警案，这个人伊当初是安那去外个家，啊，伊一定有啥物相当的表现，吼，啊是伊后壁有后台，啊无的话，这个人伊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伊一定是表现了袂歹，才会当去外个家，啊，伊发生啥物代志，吼，啊，才会造成遮尔啊大的遗憾的代志。我感觉这个案例啊，好好啊讨论，这个外役间跟着一起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可以讨论的空间，嘿，啊，这个今麦吼以及修案的话吼，就是因为我觉得民意很重要啦，这件事情。对，民意上重要，但是修案品质嘛要注意啊。这就是民意的表现。三位四位来讲起来，这有诶吼，尤其要请教热副秘书长吼，你来看吼，咱这三大这个外役家吼，在监受刑人主要罪名，你来看吼，诈欺罪啦，贪污治罪条例啦，强盗啦，枪炮的啦，杀人的啦，伤害的其他，咱若是甲这个修法的物件，拢甲考虑去了，啊，剩偌侪人？人数个应该会搁较低啦。外加即摆都真灵啊，完全变度假天堂啊。无啦，毋过我同意拄仔教授讲的，就是讲阮爱搁重新来思考，讲阮外役家的定位到底是倒位啦。就是讲你若是咧甲定位个讲是咧衔接社会的一个桥梁，一个中间措施。啊，你去排除这10年以上重罪，还是你讲妨碍公务、脱逃、抢夺、强盗，啊，这个都不用，拢免甲社会建立起。因为你若无判伊死刑，有一天嘛是转来社会嘛。你关10当关10当，伊有一天也是回到社会。啊，伊回到社会，你甲完全拢无甲伊建立起家人或者是社会的资源，啊，甲蛋可去社会，啊，安尼是。但是我是听到教授甲王老师边个安尼讲，退一万步来看，那。譬如讲，甲即个外役家即个名甲扎起来，吼，咱要吼来做楼梯，吼，譬如讲三段式，吼，咱甲架做三段式，一个就是拄啊入来的，啊，第二个是讲，你即摆会当来观察，你有好啊无好，然后你要来出去进前，我过来看，敢若咱饲迄个野生鸟啊，吼，上无爱先互伊，踮遐学飞吼，啊，才来野放。吼，有这种概念，才有通啊，互伊适应这个环境。有当时，咱就知影咧乌熊，若无伊若无互伊安尼去练习吼，要来掠这个野外来掠鸟啊，放出去也无几工就死去。对啊，我安尼我赞成，啊，毋过吼，我讲一句白较总有足直接的啦，吼，做袂到吼。因为有点好，我讲老师你水甲我说明，因为吼，咱想一个问题啦吼，若要安尼做，当然咱的目标一定爱安尼做，哦，啊，毋过吼，老实讲，为什么我讲做袂到吼？因为吼，你即摆要搁，你若要安尼做，你就要建很多监狱，吼，这就我马上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来啊，咱吼这10年来吼，有新建的监狱无？啊，是要找所在啊！我讲一个例子就好啊。咱想看卖吼，进前有一个台铁杀警案。台铁杀警案是怎发生的时阵，法务部安怎讲？法务部讲我要起一个专门的司法精神医院，有无？那大家有印象，大家拢袂记啊。吼，刚才我咧教册，我常常拢会甲学生讲。哦随时也提醒我。精神病院。差不多是2019年哦，台铁杀警案。一审判无罪的时阵，民意嘛沸腾，法务部就讲啊，对不对？后来呢，唔知过差不多几个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阵，但係伊就讲法务部讲一解啊，我1年来一定会弄好。咱即摆问法务部，你迄专门医院找到所在，我无去好啦，我先问讲法务部，你迄个所在找到啊未？爱先去问法务部。这就是吼一种第一个，因为你要找这种所在，邻避效应嘛。找无嘛？对，所以讲吼，我是赞成讲吼，那这外役间应该污名化，我改名啦，若要保留就改名，改名咱就好啊做。至少吼，我就是还是回到我一开始的原点啦吼，咱应该是想讲吼，想办法把这真正足困难的问题，毋过咱想办法甲每一间的监狱都像外役间吧。
而不是说我们特别去创造7个独立岛。是无可能吧？是无可能，啊，不要做掉。啊，你直直把你，我头讲的啊，你司法精神病院。人都遮多，是要安怎用？不过吼，你即摆因为我看吼，即摆吼，这个就像迄个巴德外衣间好啊，伊即摆伊即摆人数甲偌济，差不多200多人尔呢。啊，我唔知影讲甲去年发生迄个代志有关系，8月迄个代志啊，伊诊所有关系无啊？伊真讲伊核定是400多个，啊，即摆200多个啊。啊，像迄巴德啊，伊迄嘛无甲核定人数啊。老师，无落安尼，咱来颠倒摆，甲这3个外役家吼，变做一般的这个。对啊，我讲至少吼，这3个独立的外衣间，啊，咱都卖用什么外衣间，咱嘛是建议，啊，毋过咱都专门来针对吼，迄种咱讲的阶段性的来做，啊，卖用这个名称啊啦。委员，你感觉？其实吼，即摆咱举一个少管所来讲啦，吼，即摆少管所伊拢改名，伊叫做哈哈。好啊，应该是少管所，不是少管所讲啊，就是少管所的囡仔判刑了后，哈，以前叫做感化院嘛，即摆拢叫什么学校？即摆拢叫学校的名，哈，伊先甲名改起来，但是内底佫开始来分开，就是有学校的老师、正式的老师占较大部分，因变成来教学生的权利提悬，哈。更感觉，因为毕竟还是有犯罪嘛，哈，所以感觉的迄个管教人员嘛是有咧内底，但是伊的迄种可无像以前讲迄种干那较无教育理念就变成讲甲这甜伤暗，哈，但是这嘛是爱阁有一个搁较大的，因为即摆只是讲改名，甲这人员的这比例小可调整，哈。但是实质柔软的部分还是有待加强。搁有的所在嘛是因为伊的建筑内底无去改良，时间嘛是足济，这嘛是搁爱后摆咱大家爱搁来关心的。我即摆插一个话，就是讲以前迄巴德军事建立的时候，恁知影迄名叫啥无？因为我以前做兵就是伫遐，我做警察教官，叫怀德山庄诶。所以我老实讲吼，我讲哪摆咧改规矩，搁回复对，那个怀德山庄。咱吼内面吼，尽量就是想办法吼，咱来整个处理方式。咱无紧啊，你就表现较好个啊，咱真正来做讲这个衔接嘛，咱真正做这代志内面咧，老实讲咱有阵时看到讲像讲咱定定看到挪威监狱，自由度那是超高啊，咱讲迄外国啦，毋过即摆这个时代，敢有咧人权这个部分，敢有咧分外国本国。所以讲，咱可能爱受，还可能会思考。我感觉吼，你家己关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他的处罚了。除了这个以外，你把他人身具有做拘束以外，我感觉伊嘛是一个人伊有一天买重返社会，干做这会啊？为什么咱一定爱吼讲监狱就是要过去安尼，你都爱受苦，你都爱食苦，你都袂使甲一般人。咱过去吼，敢若会想讲，你若无好个处罚吼，伊就袂反省。对。即摆好好个处罚，伊才会反省。毋过咱咧想一个问题哦，这个受刑人，你若像讲，即摆咱监狱的情况，伊内面吼，伊感觉讲哇，伊呢受到这种待遇，伊心里是不是气？伊愈气的就会出来，对这个国家，是换什么心态？对不对？即摆对感觉吼也是有调整哈，譬如讲即摆感觉内底，像我的学生最近出来哈，伊就。阮感觉吼，即摆有嘛是级数会使的时阵，你就会到甲男性的监狱吼通信哈，做男女朋友哈因为普通因若出来的时阵，其实情感的依赖就大的，因随便去依附，就容易又交到，譬如讲食毒，搁去交到亲烟啦，对，即摆就是阮感觉，就感觉讲，即个男性的监狱有表现的嘛袂歹的，嘛你要出去的。女性监狱嘛表现袂歹嘛，你要出去。所以你若有咧创来电50这种。对，写批啦吼。来干过。来电50啊。一年要出去啊。即摆我的学生因两个有了解，即摆拄出去的时候，两个差不多时间出去就男女朋友。其实佫真侪妹妹角角。对这是男女关系我补充一个就是讲。你若真正照出去来，就我咱的想安尼做啦，吼，咱两个幻想，咱做法务长啦。咱咧做的时阵，咱搁想一办，就是讲你咧作业吼，你伫咧万一间里面作业，你咱想的就拢咧种菜啦、饲什么啦，对不对吼？所以讲，我就刚刚这些变化，就是讲你迄个吼有关那个技术这个部分，未来呢，多元化。
要符合现代的精神。你搁咧横因点样咧折盒子折什么？我刚讲这个时代有那么多莲花跟盒子可以折嘛？哦，所以讲会来进步就是讲，咱爱学一寡新技术，什么 AI， 什么这一定要灌入这像这我下摆啦讲，爱真的要脱胎换骨的话，你整个作业不能单纯是这种。不过我有一点意见哈，这个作业的话哈，对我们同学哈，如果你要提高很知识的哈，可能还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进出监狱的人哈，他本身的教育都不是。我而且刚刚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至少你要提供一个机会，就是要讨论，开始讨论啊。上一次文章你感觉即摆现在是上无要修法，除了这个修这资格以外，还佫修啥物？和这个政府的这个建议，这三档。我感觉讲吼，这外也甲上爱修法的，就是讲这遴选的标准是啥？这条啦，考量的物件是啥？这条啦，对啦，啊，伊的遴选的委员是啥？判断的是啥？但是这修法内面无得修咧，拢唔知啊，拢无提到。你只有公开这的物件，阮。